大家平安。今天7月3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。透过诗歌，让我们将自己的心献在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透过敬拜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透过敬拜，让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将我们的心打开，让上帝的恩典浇灌下来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也让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从火中醒过，你必遮盖着我，你双手医治，你是新拯救，大有能力抵住，你赦免罪孽，医治一切疾病，你赐下应许，叫我们的痊愈，你战胜死亡，你践踏仇敌，你掌权在全地，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。高唱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医治一切疾病，你赐下应许，叫我们的痊愈。你战胜死亡，你践踏仇敌，你掌权在全地。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高唱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高唱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也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聚会，透过今天来到你面前，也透过我们将自己献上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愿主你带领着我们，愿主你悦纳我们今天所摆上的，让我们每一个参与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恩膏，从你而来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天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6章第24节到第7章第2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6章第24节到第7章第2节。过了一段时期，叙利亚王便哈达召集全军进攻以色列，围困撒玛利亚城。结果城内粮食缺乏，甚至一个驴的头仅值80块银子，200公克的野葱也值5块银子。一天，以色列王从城墙走过，有一个女人喊叫：“陛下，请帮助我！”王说：“如果上主不帮助你，我能帮你什么呢？我有麦子或酒吗？你的困难是什么？”那妇人回答：“这女人曾对我说，先拿我的孩子来吃，第2天吃她的孩子。所以我们把我的儿子煮来吃了。第2天，我告诉他应该轮到吃他的儿子了，他却把儿子藏起来。”王听了这事，撕裂衣服，在城墙附近的人都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。王说：“我今天不把以利沙的头砍掉，愿上帝击杀我。”于是王派人去捉拿以利沙。这时候，以利沙正跟一些来见他的长老们在一起。王派来的人还没有到以前，以利沙对长老们说：“那凶手派人要来斩我的头了。他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要关上门，不让他进来。王自己会跟在他后面。”以利沙的话还没说完，王就到了。王说：“这灾祸是上主降给我的，我为什么还要等候上主的帮助呢？”以利沙说：“要听上主所说的话。明天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市场，你们用1块银子能买到3公斤最好的小麦，或6公斤大麦。”王的侍从对以利沙说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即使上主打开天上的窗户降下五谷，也不可能。”以利沙说：“你们一定会亲眼看见这事发生，但是你什么也吃不到。”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6章第24节到第7章第2节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再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也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你有什么样的领受？在今天经文里面，有没有让你唤起了什么样的记忆？我们常常都不断的在重蹈覆辙，其实也就像传道书里面说的，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，很多事情都是过去在发生，现在依然在发生。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也持续的在发生，过去所发生的，现在也在发生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叙利亚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历的事情，现在依然在做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常常过去的事情，现在还继续的让它发生。因此在当中，也让我们透过经文的时候，要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唤起过去的记忆，也在当中来领受那新的恩膏。透过每一次上帝的带领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在哪里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当我们读了昨天的经文之后，这边接着讲到说，过了一段时期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或者过了多少年。这边讲到说，叙利亚王便哈达召集全军进攻以色列，所以这样我们应该是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因为如果是短时间，应该还会记得他们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那时候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所密谋的事情，都被以利沙去告知以色列王。当他们要去围困以利沙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却看不见。当他们去围困的时候，他们却被带到撒玛利亚去，他们吓得半死，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，没有杀他们，甚至反过来款待了他们一次，然后又让他们就这样回去了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段时期之后，便哈达王召集了全军进攻以色列，围困撒玛利亚城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王跟以前的王是不是同一个人，那在做的事又过来要攻打以色列，来围困了撒玛利亚，所以要再次的攻打，这样的事情又不断的在发生。当然在围困的时候，把它围起来，围攻这个国家，他们还没攻打之前，先把它围起来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出来耕作，没有办法出来收成，他们就缺乏了粮食。所以这也是一种打仗的方式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这城市里面各样的缺乏。所以这边也是如此，当便哈达王来围困的时候，这边确实缺乏了粮食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连一头驴的头竟然都可以值80块钱，200公克的野葱也值5块银子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哇，这样物价高涨，因为东西缺乏。就像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一样，刚好那一段时间台湾的蛋比较缺乏，甚至要从外国进口。那时候的蛋是吧，涨得不像话，但是也确实这是一个市场的机制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缺乏当中，在这样缺乏当中，很多东西都涨。就像我们过去这几年也是一样，那种大麦、小麦，然后各种物资都缺乏，都涨价。我们也去经历到了那种药品的原料缺乏，所以药物的原料，然后我们食材的原料缺乏的时候，只要是缺乏，因为需要的量很多，供不应求的时候，价格就会涨。所以在这样涨幅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哇，一头驴子的头都可以值80块银子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哇，这物价一直飞涨，因为缺乏。其实这边在凸显的也是一种，其实你有钱，虽然买得到要花非常高，甚至到后来有可能有钱也买不到。所以在这么缺乏的事情当中，在这样事件当中，我们看到这边26节讲到说，有一天以色列王从城墙走过，有一个女人喊叫：“陛下，请帮助我。”这当中对中国来看，或许我们在看以前的中国片当中所提到的，就是那时候会讲说告御状，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来告御状。有一个机会遇到了皇帝，
遇到了王，就来求王来帮助。所以这个女人其实她应该也有某些冤屈，所以就要跑到这当中来求王帮助，也刚好遇到王出来外面，就直接求他来帮助他。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妇女要王来帮助她，但这个王也看见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也是缺乏的，所以他回答说，如果上主不帮助你，我能帮你什么呢？如果上主不帮助你，我有什么能力帮助你呢？我有麦子或酒吗？接下来也在呈现说，其实我也是缺乏的，在这样缺乏当中，我能拿什么帮助你？所以在讲到说，其实我这样的有钱人就像是一个王一样，王这样的有钱人，其实他也缺乏了，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什么东西。所以重要的是上帝要不要帮助你，其实也再回来再看这上帝有没有要帮助我。当上帝要帮助我们的时候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所以他也在阐述的是，上帝没有帮助我，那上帝也没有帮助你，那还有什么好讲的？那有什么好讲的？上帝不帮助我，没什么好说的；上帝不帮助你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当中也让我们来看，他讲的也没错。所以这当中也在阐述的是，上帝要不要帮助我们。第二个是，我们常常看到是我手上有什么，我拥有什么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常看到就是如此。我们常也在抱怨上帝不帮助我们，常常在抱怨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？所以这就是人的生命。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常常是这样，就像是我们的写照一样，常常在当中看见的，我们就是去看见上帝不帮助我们而已。为什么要看见上帝不帮助我们？因为我们只看这些物质的东西，我们只去想我们自己想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回到上帝面前，没有真的愿意让上帝来帮助。所以这样这个王以色列王他才会说，上帝要帮助你吗？如果上帝不帮助你，其实他这样的讲法虽然是回应他，但是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也在讲述他自己的生命的写照。上帝又不帮助我们，有什么用呢？他也在陈述的是，上帝就是没有在帮助我们，所以让我也缺乏，你问我也没用，我是缺乏的，所以我也没有能力来帮助你。虽然王的回答在陈述他自己无能为力，但他这边接着他还是问他，你的困难是什么？你的困难是什么？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有好奇，有时候他也想说，虽然我无能为力，但是我看看我或许能够帮助你什么。所以他就问他说，你的困难是什么？而这女人，那妇女，她就回答说，这女人曾经对我说。所以在那当下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妇女应该是揪着另外一个妇女过来，揪着另外一个女人过来，然后跟王说，这个女人曾经对我说，先拿我的孩子来吃，第二天吃她的孩子。我想走到这样的情况，也是缺乏到一个程度，没有办法了。他们的孩子应该都非常的小，所以跑不掉。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在陈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悲剧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先吃我的孩子再吃他的，他也同意了。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我们看到说，这样的悲剧也在陈述这个城，撒玛利亚城已经缺乏到没有东西了，只好他们去商议，他们去讨论要吃谁的孩子，要先吃谁的孩子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在讲的是一个悲剧，而这当中也在陈述，其实也在带出来真的缺乏到要去吃自己的孩子。其实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，在过去在新闻或者在某一些野史当中也真的有这样的记载。当然我们没有看过，没有真实的经历过，感谢主我们没有这样真实的经历，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样记载，也就是他们缺乏到没有办法了，为了生存只好去商议吃谁的孩子。这在当中在陈述出，在带出真的这个城被围困到什么都缺了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缺乏的时候，在讨论说先吃谁的。这边讲到说，
所以他们最后，其实我相信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一定不会说要先吃我的，一定会说要先吃你的。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僵持不下之后，这个女人她退一步了，所以才会说先吃我的。所以他们讨论到话是，所以我们把我的儿子煮来吃了。第二天我告诉他应该轮到吃他儿子的时候，他却把它藏起来。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悲剧。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或许是一个计谋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让妈妈怎么可能吃自己的孩子，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而另外一个他觉得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他就把用这样欺骗的方式先让自己填饱肚子，接下来把他的孩子藏起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悲剧，这个是一个惨案。而在当中也真的我们就觉得很悲惨。当我们看到第30节的时候，我们想这王也不是没血没眼泪的人。当他听到这些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王听了这件事，撕裂了衣服，就像他自己遇到的一样，他撕裂了衣服，他很伤痛，极其伤痛。这样的伤痛可能是在当中看见这个妇女他们失去了孩子，这妇女失去了孩子，也在看到的是这样的当中他们的缺乏，在当中看见这个国家的缺乏。所以看到这样惨案，也看到这样缺乏，其实也可以想到会有多少家庭面对到这样的事情。是不是有很多家庭也是去面对这样的事情，然后杀了自己的孩子来吃，或者吃了别人的孩子？这样的事情或许好像只发生在这2个妇女当中，或这个妇女的身上，但是也或许就是他们这城市、这国家正在面临的事情。也在看到说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是不是也到一个绝望了？其实孩子，甚至说自己的儿子，其实就是这个家庭的希望。如果是寡妇的话，也就是他一生的希望。等到这个儿子能够长大成人，当这个儿子真能够长大成人，就是他生命的依靠了，也能够继承这整个家业。但是他们最终却要吃自己的儿子，把他最后的那个希望都杀了。这真的是悲痛到一个程度了，缺乏到一个程度，甚至连这样的盼望、希望都没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王也跟他们一样，在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痛。其实在这当中都还捞出来，这个王他怎么去面对这个，也在讲到说这个城市所面对到情况是什么，而这也真实发生在这个城市里面。所以他就撕裂衣服，而在当中当他撕裂衣服的时候，在这边讲，假如说城墙附近的人都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，所以当他撕裂的时候发现他里面穿的是麻衣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呈现出来是这样的情况，不是他锦衣玉食，而是他已经都也跟人民差不多了，所以也陷入在那样的情况，而且他的心也为着这个国家来担忧。在31节这边他接着说，王说，我今天不把以利沙的头砍掉，愿上帝击杀我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所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把罪这边可以讲到说，他把这样的事情都归咎在以利沙身上，好像是归咎在以利沙身上，其实他还讲的是归咎在上帝的身上。在讲到上帝所处理着这样的事情，让我们遭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在这边在讲的是他们所遭遇的事情，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下的手，所以他在埋怨的是上帝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是，这边在讲的针对的是上帝。就像当初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埋怨着摩西，其实上帝也跟他说，他们不是在埋怨你，
他们针对的不是你，他们针对的是我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当中换个方式，我们不敢对上帝说什么，不敢对上帝做什么，但是转过来面对的是上帝所差遣的仆人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也是一样，这个王他很生气，所以他说去把以利沙抓过来，我要击杀他，我要砍了他的头。其实我们生命里面也常是如此，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才会看到，哇，约伯所做的真的是难能可贵，他所做的没有得罪上帝。我们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辱骂上帝，甚至我们会抱怨上帝。或许我们没有直接抱怨上帝，就像这王这许多人一样，没有直接抱怨上帝，但他们所做的就是如此。虽然针对了以利沙，虽然针对了摩西，但他们做的确实只是在针对上帝。所以我们看到约伯，他能够不针对上帝，不回到去处理上帝，去埋怨上帝，这真的是很难能可贵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很多人也是一样，在当中在教会里面会觉得牧师好像就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上帝的形象，哇，透过服侍牧师等等分享给牧师，好像给上帝。但是在许多事情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在埋怨上帝的时候，在不开心的时候，也处处针对牧师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事情，回来再看，这我们人是不是在针对上帝，在抱怨上帝呢？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王说要把以利沙的头砍掉，若没有这样做，愿上帝击杀我。接着他就派人去捉拿以利沙，而这时候我们看到以利沙也跟一些来见他的长老们在一起，所以在那当下不是只有他一个人，也不是只有他跟他的仆人而已，也有很多的长老在当中，所以他们聚在当中，很多人来拜访他，也因着他是上帝的人，他是上帝的仆人，所以有许多人想要听他怎么说，听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说，这个时候，当王派人要去抓以利沙的时候，这时候以利沙正跟长老们在一起。王的人还没有到以前，以利沙就已经跟长老说，那个凶手派人要来斩我的头。那个凶手是谁？那个凶手就是以色列王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那个凶手要派人来斩我的头了。他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你们要把门关起来，不让他们进来。所以当中也就是要把那个人引出来。如果只是王的仆人这些军兵来抓他，可能这样抓了就走了。但他讲的是把门关起来，把门关起来之后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进来，其实他们这些人也不敢硬闯。所以当你们把门关起来，这些所派的人不敢硬闯之后，王自己会来这边。所以这边也就是如此，所以确实他们也就这样做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他也是很有一些方法的，上帝给以利沙智慧。我们看到后续的经文讲到说，当以利沙的话还没讲完，王就到了。王说，这灾祸是上主降给我们的，我为什么还要等候上主的帮助呢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确实就是这样子，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会找一些人来出气，但是他真的要针对的就是上帝。这边让我们看到他要针对的是上帝，所以他这边王就讲到说，这灾祸是上主降给我们的，上主降给我们的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等候上主的帮助呢？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就是如此吗？我们常常觉得他就是要惩罚我，那我还要寻求他的帮助吗？但是如果我们换个眼光来看，这个是上帝所降的祸，上帝的惩罚临到，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赦免呢？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眼光咯，很不同的回应方式。
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是上帝出手了，所以我们再怎么求也没用。但是如果用另外眼光，这是上帝所出手的，我们求上帝将他的手收回，不再惩罚我们，我们回心转意，回到上帝面前。这当中就可以看出以色列王他的境况是如何。我们看到常常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如此，就觉得这样状况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是继续，我们远离他，我们不要跟着他。哇，他已经惩罚我们了，我们找他干嘛？这就是人啊，这就是人，就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如果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，这整个国家就会不一样。所以这当中也可以看出来，在列王纪上到列王纪下，一直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王带人离开了上帝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上帝，不敬拜上帝。而在这过程当中也是一样，所以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他们就觉得上帝在惩罚我，不要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不用去寻求这个上帝，我去找我的巴力，我去找其他的神，而不找这个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会不会也是你的生命的情况呢？那我们接着来看第7章第1节这边讲的，确实可以跟前面第33节所讲的是一个对照，是一个互相的对话。前面那个王在讲到说，这是耶和华上帝这个上所降的灾祸，所以我们不用去找他的帮助。而接下来以利沙说，要听上主的话，要听上主所说的话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一直在看的这列王记的时候，其实也一直在讲要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。当上帝拣选这些王的时候，其实不管是以色列王或犹大王，都一直在提醒的是要听上帝的话，要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是自己这样走而已，而是要听上帝的话，听而且去遵守，这个王位就会稳固。所以这当中不只是一个人，是你整个家族，是你整个的国家都要去遵守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如此，一直在唤醒，一直要把人来带回来，这非常的重要，让这些回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当初摩西把人带回迦南地，带回上帝所赐予的这块土地。接着我们看到这边，其实上帝一直用各种的方式要将人带回到他的面前，让这些先知、这些士师、这许多人把人带回到上帝面前。哇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上帝用心良苦，但是人呢？我们人却常常远离上帝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以利沙在讲到说，要听上主的话，要听上主的话。所以这边用的不一样，通常先知都会说上帝要我说，上帝的话这样说。这时候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，叫大家要听上主的话，要听上主的话。所以讲到说明天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市场，你们用1块银子能够买到3公斤最好的小麦，或6公斤大麦。有没有看到前面在讲的，驴子的头都可以卖到80块银子，而那些葱也卖的价格也很高。所以在这样情况当中，以利沙却说明天可以用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那最好的食材了。这是上帝的话，你听吗？当在物价高涨的时候，后来跟你讲用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了。如果上帝跟你说接下来明年你可以用500万买到一栋台北的房子，新北的房子，包含了房屋跟土地，你会信吗？你会信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领受，但是很多人都不信。就像有些教会一样，当他们要新购一个场地的时候，都会觉得我们没有钱，
我们可以买到什么。但是有很多教会也在分享，他们很担忧，他们没有多少钱，但是上帝却预备好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刚好有一个屋主要急售，刚好有块土地被法拍了，刚好怎么样？我们都觉得刚好，但是这是上帝所预备好的，不是刚好，不是巧合，不是恰巧，而是上帝已经预备好了，要把那些要量给你的产业已经量给你了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边在讲到说，要听上主的话，上帝的话怎么说？说明天的物价指数就会回来以前的状况，也就是说这整个情势已经改变了，也就是说明天你们就不再是缺乏的人。很多人，我相信大部分人听到都会觉得无稽之谈，但是我也相信有少数几个人会觉得感谢主，赞美上帝，我们能够领受这一些。所以当中我们觉得很特别，在这样的话语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听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需要去听上帝的话语。我们常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觉得无稽之谈，但是在当中回到以利沙这句话在讲的时候，一开始讲到说要听上主的话。当以利沙说要听上主的话的时候，我想我们的刚刚有讲到说，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可思议，一种不可相信、无法相信的反应。我们看到这边也是一样，王的侍从对以利沙说：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会被经文说，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人不行，在上帝凡事都行。我们常会这样讲，但是真实当我们面对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跟这个侍从一样讲说：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有可能？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掉入在这情况里面，在说这怎么可能？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侍从，他对以利沙说：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如此？常在否定许多的事情，即使上帝在呼召你，即使上帝的启示临到你，即使上帝的仆人在对你说话，你是不是也是一样跟这个侍从一样，对他们说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不可能的。”我们生命常常陷入在当中。他说：“即使上主打开天上的窗户，降下五谷，也不可能。”哇，这是不是我们生命？我们常常在祷告、在读经、在敬拜当中，会有很多的期待，但是我们常常在当中就说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这也常是我们生命的景象。我们对这个也说不可能，对那个也说不可能。当上帝说要丰丰富富赐给你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在想：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也就觉得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些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常跟这个侍从一样，都说不可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这边实际提到说，即使上主打开天上的窗户，降下五谷，也不可能。哇，这怎么？确实，这个人所说的，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。我们常常是这样在回应，我们常常是这样在处理事情。我们常常，虽然我们在教会这么久，但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这也不可能，那个也不可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不是陷入在当中而已，我们真实的要去经历这许多的恩典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利沙说：“你一定会亲眼看见这事发生，但是你什么也吃不到。”当上帝的祝福要临到，当上帝的大能要临到的时候，我们来说不可能。所以接下来很多事情确实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没有的，但是当中在讲到说，让你看到，但是让你吃不到，让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你却无法享受这些事情，你这些东西你确实无法享受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要去经历这一些吗？你要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吗？还是你期望有更棒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呢？我们常常都跟这些人一样，都跟这个王
都跟这些侍从一样，但是在当中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却是不同。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你是不是有真实的敬拜。当我们在教会敬拜的时候，不管是在读经、祷告、分享、小组，我们在许多时刻我们都会说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，全能的上帝。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展现出来的却是跟这个侍从一样。结果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上帝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是如此的软弱，我们生命也常常陷入在那当中。当我们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控告上帝，会埋怨上帝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回来看我们哪边得罪了上帝？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确实就像之前在分享的，遇到这许多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来？我们有没有先领受上帝的话语？还是我们用各样的方式要把上帝的人抓起来毒打一顿，甚至上帝要动手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却还是在当中否定上帝的作为？所以也期待说，我们真的虽然遇到很多情况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跟这妇女一样来到上帝面前，寻求上帝的帮助？这边他们能够做寻求王的帮助，而这王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，他是要抓以利沙出气。你是不是也是如此？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，要去抓以利沙出气，要去找牧师出气，在当中向牧师来埋怨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生命的许多调整。我们不是一直在埋怨这一些，而是真实的要跟上帝和好，回到上帝面前跟上帝和好。我们需要生命去做许多的调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需要调整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膏抹，让我们不离开上帝，也让这当中许多时候人家换回的时候，我们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的赦免，求上帝的恩典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也真的是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的心意，来经历上帝的大能。当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，也期待我们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一样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思想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话，也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，领受上帝的大能，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对你说话，让上帝来带领你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我们生命的各时刻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或许我们在生命当中会有经历丰富的时刻，也会经历那缺乏的时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跟你和好。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了你，并不是你离弃我们，而是我们主动离开你。主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。主，我们看见你用了很多的方式，让你的仆
仆人将我们换回，也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来到你面前来认罪，求你赦免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，让我们生命里面真实有主你的帮助，也让我们去经历主你是这样帮助我们的。主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相信所有一切都在于你，所有一切都在于你，因为你是丰盛的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是万军之耶和华。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遇到了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困难，但我们依然仰望着主你的能力，主你的大能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让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，让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让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，透过每一次的经文都真实的经历主你的同在，让我们不再像这个王或这些侍从一样，不像这个王虽然知道这上帝的作为，但是依然要敌对上帝。不要像这侍从一样，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在否定上帝的作为。也不要让我们，求主你不要让我们像这侍从一样，看得见却无法领受，看得见却吃不到。主要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，真实的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，也让我们去经历上主你的美好。愿主你恩典慈爱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赐福给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真实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祝福在我们当中，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上帝祝福你。